自從2020年新冠肺炎爆發至今，香港已經先後爆發咗5波疫情，平均4.8個月就要爆發一波。究竟係咩令香港嘅疫情如此反覆？疫情啱開始嗰陣，核心醫護罷工交港，攬炒派杯葛全民檢測，反對派不斷妖魔化政府嘅抗疫工作，同政府唱對台戲，呢無疑成為香港抗疫路上嘅絆腳石。但隨住國安法嘅落地，亂港分子接連被拉，亂港組織接連解散，社會上同抗疫唱反調嘅聲音近乎消失。照此講來，香港嘅疫情控制理應返到正軌，但係又點解仲會出現後面嘅幾波疫情爆發？仔細觀察就會發現，喺剔除亂港派之後，香港出現咗由廢官廢人組成嘅類港派。何謂廢官廢人？先講一下廢官。喺亂港派猖獗嘅時候，政府以無法自行解決為由，請求中央出手平定風波。喺中央出手後，香港抗疫局面利好嘅趨勢依舊緩慢。政府喺疫情呢幾年中制定嘅防疫政策，俾人一種優柔寡斷、前怕狼後怕虎嘅感覺，永遠慢病毒一拍，永遠跟喺病毒後面修補漏洞。雖然政府同中央都採取統一嘅動態清零政策，但香港卻無沿住中央嘅路線走，豁免檢疫政策，封區強檢軟弱無力，禁足令拖拖拉拉，使得香港一副動態清零好牌冬過水。再講一下廢人，指嘅係一班欠缺國民認同感、非常自私自利嘅人。當政府宣布每一個新嘅防疫政策時，呢班人為咗一啲無謂嘢，諗盡辦法鑽空子。譬如政府派發快速檢測套裝俾市民喺屋企自行檢測，就有人往樣本樽裏灌自來水，冒充唾液樣本。當政府宣布進入某啲處所需要提供個人資料時，有人喺資料簿寫啲九唔搭八嘅嘢。當政府宣布強制使用安心出行時，有人費盡心機專程購入一部安心電話，並聲稱等到要用嘅時候先開機，甚至乎開發假程式以求自己安心。政府對風險地區進行圍封檢測乃至禁足，為求阻止疫情傳播。有人連夜走樓，有人挑三揀四，伸手要錢要物。廢官同廢人係一種共生嘅存在。政府制定政策時，因為一啲無厘頭嘅聲音而優柔寡斷，不斷收回，不斷檢視，等到東窗事發之時，政策先姍姍來遲。而呢個姍姍來遲嘅政策，非但失去咗及時性，仲未能讓呢啲人如願，亦導致每一次嘅失敗，令到政府喺下一次嘅時候更加畏手畏腳。政府同官員如果冇咗果斷嘅決策力、執行力，就係廢。而呢啲廢人見到自己所謂嘅做法保護咗自己無厘頭嘅權益，下次只會更加變本加厲咁裹挾政府，拖慢政府政策制定嘅腳步。如此落來，就造成一個惡性循環。由一開始嘅每一條政策都力求照顧普羅大眾，到政府不斷為一小部分人嘅無理取鬧而犧牲更多人嘅正當利益。要想打破香港現時抗疫嘅被動局面，政府必須加強制定政策嘅果斷性，加強落實政策嘅執行力，提高官員對疫情防控嘅認識性。而能者上，用這下嘅方式考核官員。只有徹底將廢從政府同市民中剔除，香港先可以真正嘅上下一心，齊心抗疫。抖音